你选择一。三。五。哎呦我的妈！有什么惊喜啊？你先闭上眼睛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妈妈，爸说当年感谢你不嫌他穷，但现在我这个好儿子。嫁了这个好孙子。之前呢，只说个人是第二等级，说的代表一辈子爱有人的承诺，年年有的，年年有。哇！这是我用我身份证给你买的第二等级，愿意陪我走完这辈子吗？可以呀，孩子最愿意。梦见这个未结个လေးလိုပဲ